扎西德列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在拉达克接见捷克总统帕维尔；藏人歌手因歌颂达赖喇嘛尊者遭中国拘捕；司政边巴次仁对印度中部藏人社区展开访问；印度议员呼吁政府为达赖喇嘛尊者颁发国宝勋章；拉达克高僧提克塞荣波切向藏人行政中央捐赠土地；司政边巴次仁祝贺达波荣波切荣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澳洲议员强调庆祝达赖喇嘛尊者90华诞的意义；第25届中欧领导人会晤聚焦西藏人权议题；瑞士西藏支持者出版致敬达赖喇嘛尊者文集；印度各地藏人庆祝慈悲年，弘扬尊者慈悲精神。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捷克共和国总统彼得·帕维尔于上周日7月27号在印度中央直辖区拉达克首府聂城的西洼泽行宫觐见了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并会晤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在会晤期间，帕维尔总统向达赖喇嘛尊者致以诚挚问候，并祝贺尊者90华诞。他高度赞扬尊者一生致力于推动和平、慈悲与人类共同福泽的崇高理念，并表示对尊者精神领导力的深切敬仰。随后，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安全部长加日卓玛与外交部长诺增卓玛在列城迎接了来访的捷克总统一行。在短暂举行会晤后，藏人行政中央在聂城的索囊林藏人定居点举办欢迎活动。帕维尔总统在活动上致辞时表示，他此次觐见达赖喇嘛尊者是为了表达对西藏自由事业的支持，并指出西藏境内的藏人正在为语言自由、文化传承及宗教信仰而奋力抗争。司政边巴次仁则表示，尽管达赖喇嘛尊者曾访问世界各国并会见多国政要，但帕维尔总统是首位亲自来访印度专程觐见尊者的国家元首，此举意义重大。另外，根据来自西藏境内的消息，西藏安多阿坝县的一名青年歌手在达赖喇嘛尊者90华诞前夕被中共当局指控歌颂达赖喇嘛尊者的歌曲而遭捕。遭捕藏人青年名叫尊珠，艺名阿桑，他翻唱的歌曲名为《和平王子》，歌中表达了对达赖喇嘛尊者的赞颂与期盼尊者回归故土的愿景。错安多年冲我相耶，下界为上了过百耶，咱城南朋友的你接耶，兄弟也是去真个，兄弟也是去真个。此外，他因创作激励藏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关注民族认同与宗教信仰的歌曲，长期受到中共当局的监控。除尊珠外，另有2名藏人歌手疑似也遭当局拘捕，目前下落不明。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三7月30号开始对印度中部各邦的藏人社区展开访问，首站为邦德拉诺杰林藏人定居点。在诺杰林藏人定居点，司政先后参访了定居点内的寺院、养老院、行政办公室、桑布扎学校、卫生中心及稻米加工厂。在与当地藏人民众进行交流时，司政着重强调了达赖喇嘛尊者的伟大精神价值，重申中间道路政策是第16届噶夏处理藏中冲突的指导方针，并呼吁民众共同守护西藏的语言和文化。结束班德拉藏人社区的行程后，司政于本周五上午前往奥利萨邦的藏人社区，后续将访问曼帕、瓦拉纳西、兰伊塔尔及德里的藏人社区。另外，印度国会跨党派西藏论坛共同召集人塔皮尔高议员于本周三7月30号在印度国会夏季会期中
呼吁印度政府表彰达赖喇嘛尊者一生在倡导和平与非暴力方面做出的非凡贡献，并授予尊者最高平民荣誉印度国宝勋章。塔比尔高议员还严厉谴责了中国政府在达赖喇嘛尊者转世问题上的持续干涉，强调尊者日前已明确表示，达赖喇嘛转世制度将会延续。此外，由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率领的代表团于上周六7月26号拜访了拉达克高僧第9世提克塞荣波切，正式感谢荣波切向拉达克藏人社区捐赠土地。此次捐赠的8英亩土地主要用于支持卓木地区的羌塘藏人定居点的搬迁，并为聂城地区无固定住所的藏人家庭提供安置用地，对于改善当地藏人生活条件具有重大意义。当天上午，司政边巴次仁、安全部长加日卓玛、外交部长诺增卓玛、内政部秘书长巴敦顿珠等官员与提克塞荣波切共同实地考察捐赠土地，并受邀出席荣波切举办的午宴。下午，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在聂城的索囊林藏人定居点社区礼堂举行感谢仪式。司政边巴次仁代表内政部向荣波切颁赠感谢状，并赞扬荣波切的善举，不仅惠及拉达克的流亡藏人社区，也眷顾当地佛教社区和其他弱势群体。提克塞荣波切在发表讲话时提及，中国入侵西藏前，达赖喇嘛尊者曾特别关照来自喜马拉雅地区赴拉萨学习佛法的僧尼。他指出，即使在西藏沦陷之后，尊者也始终如一地支持喜马拉雅地区的僧尼继续学习佛法，如今应由他们回报尊者的恩德。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上周三7月23号代表境内外全体藏人，致函旅居法国的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达波荣波切，祝贺他荣获法国最高平民奖章荣誉军团勋章。司政在贺函中高度赞扬达波荣波切成为首位获得此殊荣的藏人，并指出这一奖项不仅彰显了全球藏人的自豪，也体现了在当代社会中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所弘扬的西藏精神文化的持续意义与价值。此外，澳大利亚国会议员索菲斯堪普斯博士于本周一7月28号在联邦议会上发言时强调，鉴于尊者已确认达赖喇嘛转世制度的延续，因此尊者的9世华诞对于全球信众而言具有非凡意义。斯堪普斯议员回顾了他近日在澳大利亚出席的2场庆祝尊者9世华诞的活动，并指出这些活动尤为重要，因为在中国高压统治下的西藏无法举行类似的庆祝活动。另外，第25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于上周四7月24号在北京举行。欧盟高层在会议上再次重申对西藏人权状况的严重关切，并提出人权维护者遭打压与基本自由遭限制等问题。此次峰会恰逢中欧建交50周年，欧盟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高级领导人出席。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也出席了会议。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屈真根康对本届会议聚焦西藏问题表示欢迎，并强调设立具体的人权改善标准对持续推动进展至关重要。与此同时，瑞士支持西藏人士在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的指导下，于近日出版了一本致敬达赖喇嘛尊者的文集。该书包含多名瑞士知识分子、艺术家、政要与普通民众的信函与文章，表达他们对尊者的敬仰与感恩。该计划由瑞士国会支持西藏小组秘书长托马斯协助促成。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为庆祝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9世华诞，藏人行政中央宣布将2025年定为慈悲年。印度各地藏人社区纷纷举办各类活动，向尊者的慈悲精神表达敬意。在印度东北部的西金邦首府甘托克，
当地藏人近日开展植树活动，共种植113棵各类树木。而北阿坎德邦的普鲁瓦拉藏人定居点民众则种植了130棵树木，响应尊者保护生态的倡导。在达吉林，超过9000多名藏人和当地民众参与慈悲年马拉松活动，向尊者作为人类慈悲典范的重要意义致敬。在锡金邦的然瓦拉地区，当地登萨帕金曲林寺的堪布噶玛尼玛向当地民众宣讲尊者的4大人生使命及佛陀初转法轮日的重要意义。而捧扎曲松藏人定居点的民众为达赖喇嘛尊者举办了祈福法会。在哈巴特普尔，当地九十华旦组委会向该地区4所公立学校的186名学生分发了教育物资。此外，印度南部的烘苏、白拉库比与郭勒嘎藏人定居点则举办藏戏演出，隆重庆祝了慈悲年。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